这届公司台语大所制作的节目也有一位金钟奖，包括着魔术坐巴士、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也有综艺节目专家有智慧。这唔但代表讲观众朋友对阮的喜爱，也代表讲阮的制作受到专业的肯定。上山落海体验台湾，认捌台湾的水。我免讲话，你看，我迄啥都知啊，即马什么感觉？走山真正是足幸福的一件代志啦。主持人活泼的主持风格，带民众坐巴士游台湾。由公司台语台制作的魔术坐巴士，入围第55届生活风格节目奖。除了外景节目，和民众做伙趣味讨论台语的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入围综艺节目奖。当天气心情如烟，天地数起掉。铁地树对啊，讲嘛对啊。啊，铁地树咪铁地树，还是警政树？树甲厝拢会使啊。另外，用台语吉读卡拼奖金的专家有智慧，更加入围2个奖。安那用味精味来做句，来请就答。专家有智慧，甲台湾新眼界节目真精彩。啊，味精味吼，就是真侪人就伫遐等咧看。安尼讲敢袂当？会使。今年公司台语台总共3个节目入围4个奖，颁奖典礼将会伫9月26伫国父纪念馆举办。台语台未来嘛继续制作优质的节目，伫推广台语的路，和大家行到底。记者杨淑晴、张玉水综合报道。